是非常这个成功的一首歌哈。那但是呢网络上面是不会骗人的。然后后来我播上这个 YouTube 网站之后，这首歌确实也是在排行的前几名哈。那但是后来居上有一首歌哈，我们来看是21度母语站文。好，那它是来自于大陆的一个歌手所做的这个词曲哈。那我们来听它的原曲。21个度以站全部都唱完哈。那我们在班上没有唱那么多哈，但是我觉得效果也很好，我们可以来听我们当时的这个上课的情形。